同志大游行，台港艺人相挺。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当尖锐眼光，当刺耳声响，你用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2016同志大游行29日在台北登场，今年主题打破假友善，吸引超过8万人共襄盛举。艺人朋友也现身相挺，包括同志天才祖雄和李天柱同为艺人之家教会的制作人瑞奇打向李天柱的同志毁灭说：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放到就是神的话语里面去，还是一样尊重人权。还有威廉、陈珊妮、林俊逸、曲家瑞、佳佳、港星卢凯彤、白建恩等阵容庞大。你係同志唔係同志，或者唔同嘅種族都好，都係應該要有一個平等嘅權利，有一個唔同一樣嘅尊重咯。娛樂東新聞支持多元成家哦，報道。